无透过学道，车带慢慢啊站了去啊。若无透过道，无透过学道来修道，后天修就会摒弃这个无法度通生无去。所以圣之有圣，是学就是走。所以大学讲通之宽明远，过一心有一心，作心灵。通之宽明远。伊讲我逐日咧洗一个身躯，我心有咧洗无，这个上重要。所以为道是圣，圣之有圣。伊讲过一心有一心，作心灵。要怎话？我为要做一个新的人，对一个上心，伫西方对外的时阵咧上心，来遮会念念着，骹作一善，所以爱洗，无洗袂清气，所以就是简单讲，以己无为，一来做，做到做到无可能袂通做，做到无污染人度。安尼呢，无为而不为。到个时阵，自性流露出来，你就自自然然会去做这个圣地工作。所以将古至今的修道书，加以维持条件，将古甲今仔日的修道书，拢具备这个条件，也是希望咱来了解。自古早到现在，无一个讲流乱无受。作息拢具备这个条件，有具备好，嘛有具备歹，所以咱一定要注意。所以老师讲，故之贤为术者，微妙玄通，深可浅。较早，伊即个讲早的早，是迄个原始刚落来的早。贤为术者，真正。咧修学道的人，伊若无去受方便，无受着气啊，无受着气天这抢败这方便，伊本来就微软，咧自性本好，自性的本地是微妙玄通，足微妙，足微个真理就是妙，妙个真理就是玄，到微妙玄的，就是拢有法度来了解，深不可浅，还是姊妹，咱是伫遮蒙白了后，咱这怎么跳过去？所以古读书讲朴的真经典，咱真典古今道学，还是姊妹，读足侪书。一经足侪经典，咱真足侪天下古今的道学，书在经书课。所以讲你捌足侪字，读足侪经典，天下足侪足侪较早修行倒来的，这圣言佛祖，咱捌遐济，可是咱若无想，有法度无？毋是讲你捌足侪字，你就会登去，无可能。你看，六祖观经，六祖慧眼祖师，伊毋捌字，可是呢，伊后天夜行道通，新秀是这个教授师，捌足万字，伊我就能登去，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这个情形。所以咱袂使是无解思考，所以书在经思考，思念稳固，安尼咱就心达会动，事有成德。咱有经过来思考了后，咱的原来的心达会思真思错，所以咱这个稳固会调，安尼呢？咱才心得，所以学书爱并用，不可偏废。所以学甲书两项爱并用，毋通偏废。悟道者入自间，
不嫌学生刁钻小气有啥物用？无道爱知，入世爱见。孔圣人曾经讲：我十有二我二自有学，三十二力，四十二不力，五十二天命，六十二天顺，七十二将心所欲，不如己。哦，你也看讲所以个，伊安尼甲咱讲，伊讲互咱做参考，伊毋是生活就做咱就知影。讲我为生以利之者，好高敏以求之者也。哦，你书里就是讲，伊就甲咱讲，讲说而不作，信而好讲，恰必有我落骗。哦，伊过去真拢毋是写，伊是引证过去的先言。哦，来写，所以咱兄弟姊妹，咱来无道来走，立志来见。哦，入定迄个志哦，咱逐年都咧入新春愿，咱逐年咧入个志哦，咱来坚持，不嫌学生刁钻小气有啥物用？也若无真学真多学无进，学较起来哦。也以外小技术有啥物路用？今生无味，今年一世人发生世间，会感觉足无味，会感觉足无味啊！来生又来，后世人又过来，后世人又过来，佛经来讲，三界如火路，六道苦难苗。三界呢，哪是条火路遐尔呢？遐尔咱烧，遐尔咱艰苦，伫种六道轮回内面，即个艰苦，我同去甲描写出来。所以学艺术困难不可以啊，咱姊妹。所以学甲书困一项都袂使，所以咱甲想，一集讲的拢无相像。孔圣人，咱来遮。是叫往北中央叫，为往北清，为往北前尔，为爱佚佗，也为爱趁钱，为爱做大，为爱娱乐。人讲为行小手，为行大义，我人的往北有小写，所以圣人伊就为作者，处人来学，互咱研究，互咱开悟，所以悟道要早，咱入起来见。悟道若无早，入寺若无见，时间咧过足紧啊！你只当咧讲过去，我这上车了，我这上车了，即摆过来呢，7月半来啊，7月半过来呢，8月半过来，8月半来呢，5月就来啊！你一个节气，一个节气，甲算足紧。人讲年去中秋，月去半，一年啊中秋节若来，一年差不多啊。一个月啦，月半若来，一个月了。所以咱悟道一定要走。咱一定要志哦，一定要坚，一定要坚定。我的目标就是要倒来西方，朝那个目标去走。虽是咱用走，咱用行，不要紧。慢慢来行，骹条稳，慢慢来行，一步一步行倒来。行到一个久，有人把咱行转去，所以入着无道爱走，入起来见，安尼来，等下人生无味，人生若无味，转去到遐，咱后日即口气来搁转去，你会想讲，会前心肝，会胀脚的时候，我毋知想，我一定要搁来，要搁来，无得讲，要有机会来知道。所以来生个中来上过来，咱了解三界是诸火路，三界是哪条火路？六道是苦难苗，就是真太难生活，较不如边前，只爱六道是足艰苦，我就来形容，所以呢，咱姊妹，咱一定要学甲书两项一定要平庸，所以袂使无朋友，若无朋友，就几个问题。过来第16章，主
风雨端书海也意啊，空性讲，早就不断下水了，拢就是海啊，拢就是无爱。哦，慢讲对是了外后当外后，哦，咱的目的就是要创啥话？修道要修心，啊，办道要尽心。咱有咧修道无？有咧修心无？这重要。哦，毋是讲要坐禅坐好托，灵魂出窍，只好咱去游天下，游天下要做，我去靠别人来，然后咱来破手，破了来收起来，你从哪位破落来？你就讲会等于西方，这才是好，所以唔通讲红短是为而已。哦，空性真应来讲。虽小道有可观，地外通理，是文主无疑啊！哦，天人间的小小的这个技术，有有伊宝贵所在。哦，毋过去学呢，会走到去从这个大对的我们讲地外通理，未转去路一条路，要转去也袂转去，咱对着我们讲。是文主不一样，那真正文主呢，袂去行这个小道，所以咱了解。啊，这种的宗旨，孔子经决，反对世人研究无端邪说，定所谓的杂学，以免害人害己，甚至危害社会。你甲看，真万教都结婚的时阵，乱世。越世乱世时阵，新闻都有，新闻都有，新闻都有。所以实际来讲，异端之学练，道学之学理讲难胜练。异端呢，足紧你看好，看有想有，人过你看，你看真正真厉害，真正真有料，所以也是练。咱来了解哦。道学之学味，道学的学是足味、足细味的，足微妙、足细味的，你无简单去训练，所以你要看简单咧，有讲主，讲种之米高，长之米坚，将之在前，不能在后。吾子孙孙言先有盈，泼墨一文，用我一类。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学。所以你起码咱对外去甲研究，彻底去甲了解。今仔日，毋是咱随进入道门，咱就随当了解，咱就随当了解。所以我大希望讲咱，就过去这老千年无出来，拢甲叫去来学，互伊当透过这本册来研究，这本拢是空心的学，现在就是儒家英文啊。都讲好这啊，儒家英文，孔子咧讲的都是生活，都是真正修心的法门，无是啥做生活，你安尼讲是，无是啥做生活，就是咱修心的法门，这就是拢作实际，这就是拢属实际，咱的含乐，咱的提升，咱要如何提升，咱是安怎如何含乐，空性拢讲就相信，所以甲人讲，异端之学练，道学之学味，咱味呢，江南盛宴，有啊，人伫背个异端遐足紧有看，随看互你感觉足好就对，我就来教伊行，足过来，我就来教伊行，呢，味这味呢，道学味无法度通盛宴，所以咱都叫这个宴入去。咱就叫现入去，但是呢，现呢学到尾啊无味，味呢愈学愈微妙，愈学愈妙，修大路这种感觉，所以虽然风雨多强，什么人真正当了解，会当了解讲，现甲味的这个差别就是这样，所以世间的人讲。道德一经，我这字，咱人讲，天公立德，然后讲恁德公迄，
得一斤是偌济钱啊，价值伫对一件，哦，无当看，嘛无当算的啊。哦，今天我去来讲遐物件，但是到尾你就真知影，到底一斤偌济钱，你有钱要当买，你有钱要当买啊，哦，有钱要当买，哦，所以现今没法，世界教育只注重科技发展，现今是无啥时间。世界的教育拢是重视这科技发展尔。哦，虽然冒出辅助资源，什么人会当冒出去？家了冒出讲辅助，你讲即句话是咧讲哪话？哦，无人去家了，无人去家了。啊，若无人去家了无呢？会当了解袂？会当了解。管他公上道理。新闻咧讲啊，你看最近的新闻报纸，哦，小可毋拄安怎？毋是甲你太好死尔，怎不了颠簸？这个社会真正战争来看，真正战争的，哦，在一个讲10做15地个，哦，够战争的，哦啊，若毋是，哦，若毋是，即个人离开迄个生意，也袂晓啥物走，伊迄轻视的心嘛，哦对啊。也迄落，毋是讲迄落土包子呢，毋是讲迄毋捌字的人呢，哦，拢受高等教育咧做毋对，啊，所以咱来了解，社会愈来愈恶，世事愈来愈愈向残，愈残凶，哦，所以咱学到真正规划咱的前路，哦，咱一定要了解，哦，所以。管他公上道理，衣冠禽兽，真差不多拢安尼啦，差不多拢安尼啦。哦，拢无咧注意即个公上，就公上啊，掠倒转来。哦，无咧管理衣冠禽兽，火烧家己较死人背，新酒变色，世界正常杀人无去，需要为国，哦，为国为民的理念。是这世界外即个道理上，但是起码咱得了解。哦，真诶，有人咧讲公上伦理，除了咱伫道中咧讲公上伦理以外，伫社会、伫科技内面、伫学校内面有咧讲公上伦理无啊啦，无人咧讲啊。哦，是讲我也无读书，我也毋啥知影，也无啥人咧讲公上伦理。哦，啊咧，无人咧讲公上伦理诶。衣冠禽兽，既然无咧讲公上伦理呢，就交禽兽去，哦，就交禽兽去，啊，所以这个人有得互相互相保护啊，火烧卡死人背，火烧卡死人背，新酒变色，宇宙当中对一个所在都拢变色，世界正常杀一个武器。世界呢，大家拢咧研究讲，我一粒子弹若拍出去，会当伤害偌济拄偌济。哦，你要看北韩，迄个囡仔，哦，啊交美国迄个传播，因大家拢咧研究即个不主武器，哦，啊大家拢咧讲条件，啊，真个人就是讲，真个国家就是讲不主武器上大，哦，你若毋听我的，我甲你拍去就了你，哦，你互你寸草不离。正社会就是安尼，国际嘛是安尼，人生嘛是安尼，哦，所以咱了解。虽然为国为民的理念，虽然伊讲，哦，伊拍这做这是咧保护我国家，保护我的人民，不然成绩是世界外这个道路上，实际上是咧因世界外这的一条道路上，哦，白色恐怖的信号。这就是白色恐怖的信号，严重的政治票，哦，咱个想，世界遮尔济严重，哦，遮尔济医袂好的镜头，拢是化学武器造成，已经空气叫做污染，已经水内面的污染，哦，真正，哦，就阮查囝伫迄落啥，伫迄落，行政院内面，哦，啊，迄一个人讲过来访问来讲啊，讲恁台湾人咧铁锅，哪像铁的，啊，恁
你著胃嘛，咱食迄重的甜，安怎喘气著拢那像袂要紧，你安怎食那像拢袂要紧。讲哦，因着可能来看着讲，恁食迄种含水啥拢袂食真诶，恁真正拢细菌足别人济咧，这空气中的细菌足别人济。哦，所以伊来讲，阮做检定来讲，我讲无法度啊，讲是安尼讲嘛，无法度啊。哦，这要改变这，毋是咱无法度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了解感情的真谛哦。人类上不知，有诶知影，咱毋知影，咱人类毋知影，哦，咱人类毋知影，毋知影这就是安怎来，哦。有人知影，哦。也是讲讲的尔啦，有人知影嘛是讲讲尔啦，吼，无法去来阻止，见无识，不但无法阻止尔，大家拢认真研究，哦，继续厉害，但是另外，咱这可怜的这经济上继续厉害，做些修罗本色，这个时阵就是修罗来的本色，大反孔明不修团。大大的推翻了孔武子哦，而这过去传落这修团，拢得开哦打倒哦打消礼教，自这个礼教拢该拍消去哦，大创疑心，讲伊安尼就是哦社会的进步，可怜九二哦痛定苦哀，可怜咱九二元年。而且痛苦，掂落这足痛苦的这情节内面，真假离婚。咱来到遮，真诶甲假，咱无去甲分详细。何时生亡未定呢？良是咱会当生亡未定啊，良是咱人写较少。咱良是的精神，都是咧学，但是讲讲尔啦，无咱讲讲是伊诶讲而已啦。哦，所以咱一定要痛哦，咱一定要痛苦来阻止咱这个肉身哦，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佛门做咱来讲哦，云端梦何时成？咱来到遮，来到他乡异土哦，来伫遮顶做梦，良时代精神啊。风尘别浪哦，别浪茫茫，来真世间，伫种可爱的，那亲像人海中迄别浪，一卷一卷安尼一过一来过，叹人生有限，咱一定要哦，好啊欢喜哦，感叹深深的感叹，人生有限啊，岁月无情，岁月无情的哦。我会早起来较真，已经过着袂中袂来。啊，足紧的呢，哦，咱了解足紧的呢，然后岁月无常，哦，日将暮，心将得，真啊，主要是搞出来。慢慢你啊是搞对模式，叫做第三。这个身躯本来哦，正正当当，毋过呢，较年纪一来，就翘久的啊，稳久的，转眼。哦，转眼思变匆匆，目睭一年诶，头唔白就白，头唔绿就绿。哦，我就安尼想，哦，有得头唔绿了啊，白白叔叔啦，哦，还是起码咱当时啊，哦，你得来望看觅，你要照见看觅，哦，所以这最少的拢会惨啊，你要照见看觅，你逐个人讲人生是理想，啊。所以呢，空二会成见意见空来传导去，空来传导，成见意见哦，这个归空去了后，咱才知我迄阵咧活咧，他毋加减做，所以人世俗讲句话，讲买财哦是好代，哦买财是好代。啊，若讲买财是歹个对啦，讲好啦才是好代啦。
讲理财，但是讲好家财，好家财较早人咧讲，五节俭修，节俭正啊，讲恶为先讲义来讲，积罪业是福必伤，积罪业咱是后必伤。怎健健讲，怎健健讲，要安怎去见着天主呢？要安怎去见老母娘？要安怎去见祖师爷？哦，差之时何，为之千里。会晓修甲袂晓修，差小可，毋过后日一个成就天道，后日一个地啊，差之时何，哦，为之千里。又个公饮输流水，快成就，好家修。公饮呢，哪像流水安尼，赶紧爬上船来，赶紧来修。所以孔圣人有一日传言地主，住在船上外，是家如疏忽，不下丢呀。啊，孔子呢，徛在高仔顶，哦，徛在高仔顶，啊，伊个水摕啊水咧流个水，甲伊个地主讲。是家如疏忽，不下丢呀。到底咧过，到底咧过就亲像咧水安尼，啊咧一缸一缸一来流过。是家如疏忽，是家就是讲流过。无去的哪是不下抽烟，命卡是得过。咱个年龄嘛安尼啊，哦，你也袂当讲，我今仔无做上天，佫互我佫加留一节我，无可能。哦，有修伊就讲，无修伊就看去，有修一直讲啊，无修一直讲。哦，啊过要佫倒转来，有可能无？无可能。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快上手，好家修，赶紧来接受这种法尊，啊好啊来修。莫到春归动人愁，毋通春天走去啊，啊来烦恼。人春是咧讲人，在咧讲道，毋通道去咧烦，道去修行啊。咱离开这个世间，哦，啊伫遐在咧烦恼，哦。莫到春归，哦，动人愁。反悔惜用，哦，人讲惜用有烦恼，可受尽无分。我倒转来，倒转来袂倒转来，惜用佫点的都是无烦。哦，咱了解。风寒变白首，哦，迄面啊，面啊红赤赤，讲个就变大作水。今仔日呢，哦，今仔日已经，哦。人讲目睭拢会是红线啊，这拢是世界的代志啦。这大家都会，这个过程大家都会有生就有死，有来就有去。这人生就是安尼啊。哦，所以你若无甲真正甲想，学而不思则无，啊思而不则殆。你若无真正甲想一个，你会感觉，哦，我嘛是安尼过啊，安尼过唔对。你过就是拢空的啊，你过拢是假啊，哦。所以，咱来了解，量化三会还手，量化三会，哦，量化时运，三字应运，而且咧修完，咱了解。欲当求早成就，欲咱的遐个姊妹，欲咱的同胞遐个姊妹，大家赶紧的来接上一条，来接上一条船，哦，欲咱的遐个姊妹来接上一条船。木台破翻龙滚水悠悠，哦，毋通哦，无去坐啊，即条船哦，大水来叫降落，安尼而且看咧船边仔咧平咧流，无说啥，江上有人来救渡，哦，你伫一块遐沉沦，哦，啊人都转去，你毋转去，哦，你伫这江上伫遮受着即个劫数来淘汰。哦，到迄个时阵，什么人要来救渡呢？江上有人来救渡，那是把水有，把水有。到迄个时阵，你要怨咱什么人？到迄个时阵，你要怨咱什么人？佛陀安尼讲啊，一定会可能有啊。当时把水有，把水有，你要怨咱啥？人甲你讲，你就唔听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哦，主观。17章做有
回逆低气哦，低气为低气，不低为不低是一样。孔子讲中义，朱老讲，这句话就是朱老中义，甲朱老讲，孔子讲，朱老啊，讲家己的道理，你知影就讲知影哦，要唔知影就讲唔知影哦，我家己的道理知，你就讲知，唔知你就讲唔知哦，这倒是真正有智慧哦，所以弟姊妹，咱只研究，你等去看，你若唔知，我不了解，我若来你就讲唔我，我就讲，因为有咧研究，有咧看，会较了解，无像咱的前言，拢在那点证书，经典是要互大家看，经典是要互大家看，所以一条实在的宗旨。孔子各改诸罗，仅低己德，绝对不可容易不低为不低，绝对不可容易不低为低。所以讲到转来，就是讲孔子就讲，诸罗啊，你知就讲知哦，唔知你就讲唔知哦，唔通自作聪明哦，唔知也讲知哦，弟兄姊妹，咱今日伫遮。知就讲知，唔知就讲唔知，唔通唔知也讲知，互咱修道的前提。我拄则讲，这本《论语》就是儒家的心法。儒家的心法，讲你大家较中用不哪好，但是《论语》一节一节拢是修身的大法。你看，咱今仔日来读这几节，拢讲无相像。拢讲无相像头仔来讲君子守义不避，小人避义不济第二就讲学义不思则罔，思义不学则殆所以过来咱讲无以端，思来也易过来讲有也回逆低气不低为不低，低气为低气，不低为不低孔子直接叫诸罗守义。夫子直接叫先贤诸罗之言，各解宇宙真理是绝对的，宇宙的真理是绝对的。如无真知确见，而强以为知，会错误到底，误人误己误人。咱来了解，孔子直接叫诸罗因为诸罗这个人呢，较土性，这个人呢。叫孔子上好三千弟子，孔子上听这个言言，过来就读听诸罗。诸罗不时阵伫伊身躯边，伊曾经讲自由啊，我自由讲恶言恶语，不是我哩，我有中意，以后什么人都唔敢来我身躯边讲这句歹嘢。诸罗是母的，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诸罗是孔子的模范。咱连民主宪章并唔重视孔子的模范。所以咱慢慢来研究答案，咱拢会去了解，所以孔子特别叫诸罗的名。各解宇宙的真理是绝对的，咱咧讲这个道的物件是绝对体的物件，无对待。咱今伫遮咧讲咧研究的，咧读圣贤册无对待，对就是对的，绝对无对待，咱一定爱甲清楚所以，如真知确见，而强以为知，会错误到底，误己误人。伊讲呢，如果你若无真知确见，你若无正确的了解，无真正体会了解，你若是讲你已经拢足了解，一定会错误到底。你若唔知讲知，你会错误到底。不但你误己，甚至你误人人之修道，修道人越修越爱民主，恁了感觉？
修道人话修还是民主的，修啊，咱是要脱离轮回的，虽然规身躯会惊人呢，啊，真唔够修还足济哦，你话真了解修足济哦，足济，喂，领袂得就对去啊，我做咩反正领边，我要做点文书啊。你毋知做点文书偌艰苦呢？打迄搭打足先来打偌艰苦呢？伊要做无？以后这个做比咧搁较大。啊，你嘛想做点文书可能足好咧，哦，大家讲，哦，点文书安怎做安怎？伊拢是假，你爱真正，伊打迄搭打是偌重呢？哦，心中离道远呢，人以为记音不会中哦。哦，迄前主讲的嘛，哦，书不可以不方言，人中离道远，人以为记音不会中哦，书以何以不会翻？咱人较水呢，伊袂使讲我要停运呢，哦，所以都来下心呢，哦，迄前主曾叫你讲啊，前主写大学啊，伊就安尼讲啊，书不可以不方言，得道人。哦，你可以书一个心会得教一回，会得教一回。这个书我教一回，就是得道人变成书人啊。哦，毋是普通的人，袂使这部方中的历历，书不可以不方言，人用而道远。这个责任是足重的呢，啊，这条路是得行足远呢。哦，责任偌重，人以为记任呢？人儒家人就是道啊！你的责任是爱共大好行呢，足白兄弟姊妹在看你呢，你无当行去，大家拢伫你后壁咧对呢。哦，所以你不认真哦，你唔行，袂使呢。人以为记音不会中哦，书以何以不会翻？要大家点是大家死呢？兄弟姊妹，哦。人修道爱民主，修道修心，咱尽量来做，尽咱的责任来做。哦，防止业就得无话讲，你若无，咱唔得啊，咱哦，阮也得安尼，阮的大家就安尼。哦，领就领无着，领便领无着，怎地该做？所以弟兄们，修行人爱民主，啊，所以讲。所以，这个民主还是修道人领导。这个民主还是修道人作者。哦，我们修道书，下下再下下，咱修道兄弟姊妹，苦劳基外，爱下下再下下，这才是咱应该啦。这咱就是应该，下下再下下，到底点就接受这种讲，老实话，知不知相？不知知变，啊，为明变是变，性而不变，以而明变，是不变。就是经济讲到尾啊，就在讲来讲，知不知相，哦，可能计划，哦，可能计划，伊知，伊毋敢讲伊知，哦，伊就讲伊无作知，哦，但咱无见面，甲我听，甲我指导，哦。较奇啦！你讲你知，人就莫甲你讲啦，知道你知道啦。哦，不知知病，毋知讲知，则是咧病。不知知病，毋知讲知，人则是咧病。啊，夫为病病，是不病。哦，所以咱了解。哦，行，甲咱的心，哦，更较奇啦。香港咱拢捌破，目紧，只要咱怎样做，啊，所以等以后你就做决定，啊，性情不变，意义不变，性情伊袂变，伊知影，所以伊去做计划了，人以为会变，伊慢慢。是不变，所以真正会不变是安尼。
所以现如干念干主来说，用个物件，用一物件，用一物个赚一物件，干念念咯。伊讲哦，主个都愈看愈悬啊，愈家研究，愈深啊，愈家研究，愈有法度了解啊。用一物个赚一物件啊，将钱不落，将计在前，不言在后。较看咱就伫面头前啊，忽然间咧走就了解，将计在前，不言在后。会一个感觉。所以有主咱讲，实讲有主顺顺天仙有情，好以为的，有意的。所以慢慢去甲研究，慢慢去甲体会，你都真正能去甲了解。将钱不落地啊，俗语讲，食无三百应菜，就要上时间，到底。然后开始去无常，我请靠，我所信我，这人更是哦，要爱看功夫啊，咱你先头会爱看功夫，你对咱这真正先到等来爱看功夫莫讲食无三百应菜是啥事？想要详细点，无下之因是，无下今仔日，五光十色，五毒世界，五无大人没问题，没问的定势，真的五光十色，来真世界，你看三万都有，没有三万没有，你怎么知叫没呀？所以这个五毒世界内面，五无大人没问题，有影，一时阵你讲不说啥，你若看像正德讲咧，又搁咧啉迄个，什么迄个咩药咧，然后正吐，我俩厝边后壁咧过来开过去啊，几呢？我是粮食都有世间的粮食都有要来甲你卖的物件，所以小米是心，就袂用停留。咱若有做注意，咱就简单就袂用停留。况且建立是受到咱一大障碍，况且建立是受到咱一大障碍，足济。看到了后，叫你莫去做，迄就是建议。目睭看会到，叫你莫去做，所以袂使不了解，不分不达公，众生为无明，道地烦恼中，众生就是对了这无明，所以咱就是互咱的烦恼流转于三界之生世事。翻本流转伫这三界，生生死死，毋知要去佚佗，嘛要转嘛无路转啊！所以生生世世翻本思想是解脱之障碍，想有人写个想来，学艺不思，思艺不学，空性这头前个难讲嘅。思想是解脱之阻碍，你想着做这，你想袂，所以你解脱就叫这个想袂嘛去，而且有事种甲理种，凡事种甲理种，事种种文，理种种菩萨，而且有事种，事藏甲理藏，事种甲理种。事种是足缘，咱来到遮，有足济代志来买卖，足济代志来买卖，所以有人毋知转去，眼前是咱凡夫叫买卖去，看到人来趁钱咱就足满意啦，认真来减趁啦，认真来减投资啦，事种足缘，理种咱做菩萨，这个理念，足济人
收长期足一人说收的人，头脑好的人一大堆啊，写足济出来，啊写出来，伊写对甲毋对，咱真正这个卡，咱毋知影。所以，只个就将来含菩萨都叫将来去哦。所以，咱一定要了解。所以，无主之主，先贤主路。所以，孔圣人直接就叫先贤主路。伊讲咱行向袂歹去，咱讲知己为知己，不知为不知是一样。咱来讲，你知就讲知哦，毋知你就讲毋知哦。安尼倒是真正知哦。这是修道士人重要的观念。即句话是修道士足重要的观念。所以咱伫道中兼咧学兼咧研究，咱若毋知，就爱问。毋通毋问，毋知就讲知啦，伊讲我嘛通挑是挑，你就做袂出。挑是挑，要无你的挑无一个是对。所以也彻底知影。再讲来讲，温故知新，可为师矣。孔圣人讲啊，伫遐字里就这样讲。温故知新，将过去圣贤老祖的这些，你家看，家研究，就新的道理走出来，通做咱的老师来引导咱来修行。温故知新，可为师矣。毋是讲你读历册后，即个做咱的老师，毋是。我记得嘛是安尼想讲，我安尼咧读出历册啦，做咱的老师毋是，做咱的老师。你知影即个新的道理出来了后，会当做咱的老师来领导咱。圣贤这经典是要留有互咱看，来领导咱，会当进一步修行的过程。这个一定要了解。所以呢，袂使知。所以这是修道士很重要的观念。师道无二理，这条路无第二条路。在春秋时18破音，伫春秋的时阵，迄个时阵就18足破音迄个时阵就18足破音知路往用现来修出，知路往用，也伫咧实用一只药毋知要对对等，这是啥代志？有心学道者，妄用形态；有心学道的人，徛认真，妄用大海者直接咧万代无，毋知要对调。道运时当场体验，道运的时阵，你毋知对调，对不对？道运的时阵，你叫我当你做着，我当你做着。是即大概报道呢，袂遐简单，你对着到。我当时安尼想，好奇，大概报道。拄咱若真正出去做人，拄好伫咱中原，咱搭搭当对着。所以若无咱毋知等去，咱有咱一只知路往用。所以道运的时阵，咱亲像人体验，当场体验，无问题入，无问人体验，老主讲。道德无清，二年一义；心好明珠，早早归根。老主来回答咱：道德无清言，也阁讲袂清，心好明珠，咱来搞出明珠，早早归根。道德无清言，你甲咱讲迄份条你对了无？所以也讲袂清，讲袂清。所以，咱来访问方书论道，早早来归根进步。所以，修道要有明确的看法，不可糊涂在。所以，修道弟兄姊妹，咱爱有明确的看法，毋通糊涂所以，你也看一节咧讲到好形象主路是孔子的时代的大天呢，正史就讲主染去讲几路呢？几路就写主路啊，
所以是时代体人家的一个电话控制，这个时代地主啊。德行讲看见民主偏见比例重中，言语是讲灾难主导，政事就讲染于法规，文学就讲主义甲主义，所以文学主义甲主义两个相同，所以这时代地主是孔夫子的受者内面孔夫子的迄个中宫呢，可以南面做皇帝，永远不是南面。第六章讲注意中宫话讲，永远不是南面，中宫会使坐白条人做皇帝啦。所以你讲第四个改变民主偏见变为中宫第四个把伊德行第四个可以做皇帝的德行可以做皇帝可见感人安怎样？三下就知嘛。感觉今仔日有可能听恁两个德行是安怎？伊讲孙好人了，无人了，有为者会做事。孙嘛是这人，我嘛是这人。我若要认真带咱做，我后首咱带伊更加要办。所以以顺利为目标。所以咱今仔日嘛是安尼做咱今仔日孩子，感谢，谢谢。请讲。所以咱主题，伊就以顺利为目标，顺好人呀，无好人呀，有为者会做事。咱今仔日，看咱要好什么人，咱事准事后人家己，咱无留前进。咱看咱怎做，咱就安尼。头高了就安尼。后日因会转去，咱死啊照安尼食，咱就袂转。这真正代志啊！无迄个伊会转去，咱袂转。你看，顺地生生，男主生福生，嘛生生。无呢，伊哪有钱，人免讲一点，无一单属于表演才有咱讲控制来讲，无了讲，人不堪其忧，话不盖其忧，太阳处之啊！真正，咱比较好呀，好也不老贵，好也不老贵。奇怪，咱也毋能到底大，咱也毋能讲去淡水个。人伊会转去，咱袂转去。所以咱后日要精心看，光头壳才会使。有影，一定要做，袂使一步注意。所以修道爱有明确的看法，不过糊涂菜。来，别再。主张传统，之外，道文发起，新研究，即关于道见扩大，新研究，即关会，言关于言关会，乐在其中的。主张是有咱孔子学生，伊即有咱宗教学生，伊来卖孔子读册，伊毋是讲要来实验，伊要来做官，伊要来做官，工作都是要来做官，所以孔子讲，道文发起，较认真听咧，未晓了解，未晓了解，只有即款新言官、新言只有安尼，你要捌咧要讲，还佫谨慎咧，即款过程足少，道见扩大，新言只有即款话，较认真看咧，较认真看咧，也毋捌咧毋通做，危险。新研究要做诶，捌咧要做诶，爱甲注意咧。即寡话，自然你就会做了毋对，就会后悔。言寡言，言寡话，乐在其中诶。
你若当言歌意了，哦，言歌会，你的乐就是伫其中，还是姊妹，咱今仔日实验，咱能不能会当言歌意、言歌会，乐在其中？后日免惊咱无高义，哦，这是真代志啊！而且讲是教主中做官，其实嘛是咧教咱修行人呢。哦，教伊弟子，每一个修行人呢，哦，你爱爱多闻缺义，啊，慎研究，即关多见扩大，慎研究，即关话，言官有言官话，乐在其中。过厝若少，对啦，做较济，你后日各位就直接走出来即阵呢，别违反定主张先搞做官合理，讲出讲，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不要讲无把握的话。即使有把握，讲话也会谨慎。就连减少言论的过程，多看看他人的作为，不要把无把握的事，即使不要做无把握的事啦。即使有把握，行动也爱谨慎，就能减少行为上误会。说话少过实，行为少误会。就连都好看命咱咱来当做拢对较济，过做较少，即代无高义，毋免惊无高义。咱毋免想讲，我后日到底当西方要摆倒去啊？只要你安尼做就这讲圣人咧讲这拢真正心愿呢，真正真心愿呢，句句拢是足奥妙，句句拢是足奥妙，教。毋是袂使做官，毋是袂使食头路，毋是袂使做生意，会使，只要你照我来，所以一种的宗旨，主张上要合规管之道。因而孔子特别告诫伊，必须要谨言慎言。即句话是咱修道人一定爱做的物件。咱修道人若当谨言慎言。大家来讲，一贯道某人其实由于贯道了，伊这讲话、伊这行为、伊这行动，拢足正确的，讲话拢袂乌白讲。咱就咱好了，咱若真正咱谨言，讲话足谨慎的，伫咱的行为当中行动，有哪种谨慎？谨言慎行咱会来好了嘛。毋是道点办好了，道外道甲咱好了，毋是厝边甲咱好了，规整就甲咱好了，遐尼起码接受这个代志啊，所以这毋是修什么方法这性就这样来讲，多见多闻是破，多见多闻是破，看较济，听较济，学较济，这是破大多见多闻。你多见多闻就是话，小心言论不敌所讲，讲话较谨慎的，较小心的，你得讲话才会讲到无话，不敌所讲，所讲就是讲你指着边，所以讲，墨水是为官人，就是做百姓家也不可以，莫讲你做官。就是做百姓家，做百姓嘛是袂使离开这个原则。莫讲做百姓，咱修行人嘛袂使离开这个原则爱多见多闻是话，正的言论去动着边，所以还是姊妹，要多见多闻经典较直看咧，生存较直参版咧，咱即回。伫咱中心开着一班，开迄个经典班，拢讲着一经。我听阮遐有去参班的人讲，足好讲的，讲足好讲的，是毋是所以呢，逐个人拢有逐个人的另外所在，
伊徛伫讲台咧，伊尽量嘛要讲我足好听，尽量嘛要讲我足准诶，所以咱去听是咱福气诶。伊要讲诶来互咱听，毋是遐简单咧，就安尼看，搁再看，改，搁再改，搁再改。哪有遐人讲出来呢？你袂听讲看无，有当讲分钟尔，钱嘛，真正诶代志啊！老实讲，对这两美我较爱看。我要来遮以前诶，我若是遮转去，我嘛拢来认真看咧，看几落遍咧，几落遍咧。我嘛拢听讲来遮讲到无意思诶，是啥？所以咱要做，唔使袂做。演着看，看经典，心当然会想。我这个心不是嘛会想，看电视，看连续剧。看有心来，伊真来快乐就要来啦，要快乐是啥？快乐就心乐啊，大快乐。喜爱是讲得奖的，但是人多，但是真正快乐，这是这个代志所以袂使一不了解主人家人反过来讲，人家人讲出来讲，人这个人就是要互人做，人就是要互人做。咱人呢，来遮是自家用，就是要做人，人伊的知识来是，达到一个顶，这是做人应受的本分做人应受的本分这是咱做人应该是人家人呀，人家。怎好信靠开河？会使讲咱要讲落来讲一大堆呢。因为咱学道底学修行的人，咱毋通全讲我去修行，讲我是会学，我知影修行做我来学的，讲较轻易，讲我来学的。可是讲咱是咧学修行的人讲话袂使无算话随便改，还是我来讲一大堆，要讲上介绍，讲我师尊师父介绍，讲我前人介绍，讲我点样介绍，讲话爱负责，因为咱学道的人讲话更爱负责，所以袂使胡讲。这是一般人的通病，普通人的通病，普通人是普通人，咱学道的人袂使负责。所以一般人通病，就是讲信口开河，讲话无算话，随便改。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世间本来就单纯的物件。咱普通人就胡白改，胡白讲一大堆，庸人自扰之。讲来无负责，人来讲，人来互拄咱负责人来就变去是不是？对你若妈咱胡白错，胡白讲，人啥物人来就变去？因为我都会做这样嘛。所以，祖先先人主张相对，无主不反对，讲无主不反对，伊怎讲出去官场发挥，出去官场发挥，将平生甲夫子所学实践出来，可用名声演活。主张来拜孔子就学，伊讲孔子伊来拜孔子中，来拜孔子做名，要学做官。伊的志愿就是嫌要学做官。孔子无反对，孔子无讲你袂使啦，我这是咧修行所在袂使，伊无反对。伊讲出去官场发挥，将你平生甲夫子所学的实践出来。你就要含门所学的，甲做出来。可用名，可用名声，可以将你的名声来显露出来，显父母，将你的时代的名来流露出来，这未必不可能。
这